華南造船有限公司製造嘅一艘多用途船日前交付俾意大利船東使用。意大利船東布麗特先生專程前嚟新會參加交接儀式。喺船廠碼頭舉行嘅儀式上邊，布麗特先生話：呢艘多用途船嘅成功，象徵住中國同意大利兩家公司揾到咗彼此相適應同富有成效嘅合作伙伴，亦都係新會造船業揾到咗進軍國際市場嘅良好機遇。隨住訂單嘅不斷增多，今後雙方嘅合作將會繼續落去。喺鞭炮同禮花嘅祝賀聲當中，呢艘命名為獨立號嘅多用途船拉響咗聲笛，噴射出嘅兩條水柱喺淡江河上飛舞。呢艘多用途船嘅馬力為3000匹，配置咗自動導航系統、衛星定位系統同全球遇險救助裝置等嘅先進航海設備，每艘價值4000幾萬元，適合港口引航、拖帶、救護、消防等嘅功能。據了解，華南造船廠係由原新會萬通鋼管廠轉製過嚟嘅港資造船企業。該公司自行設計嘅多用途船符合國際造船標準，目前已經接獲歐洲船東嘅訂單8艘。